喺好耐以前，有個圓咕碌成日笑口嘅肥佬黎，佢最鍾意種蘋果，但佢種嘅唔係土方生果，而係一棵棵食嘅講真相嘅蘋果日報魔力樹。每日朝早，呢啲樹葉就會變成一張張報紙，好似有日咁飛越大街小巷，將最真嘅消息講俾大家知。有一日，天邊出現咗一團大黑雲，想將果園封鎖，仲將肥佬黎帶走咗嘅。不過，肥佬黎入去之前，將最後一袋種子撒上天空。佢話：只要仲有心，邊度都可以開花。雖然果園暫時靜咗落嚟，但每逢夜晚，香港嘅風入面仲係有一陣淡淡嘅蘋果香，提醒住大家要勇敢。啲種子已經喺每個人心裏面發緊芽，等緊下一個春天。